没事，别这样，快起来！叔叔，你要是不让我见妹妹，我就跪死在这儿。你快起来，快起来，孩子。都给你准备好了，以后就叫何爸爸了啊！快来开门。哎呦，来，我们家小楚还没坐过汽车呢吧？是不是啊？来，抓着这，抓着这。别哭了，烦。妈，期间的糯米糕不要粮票哎，这可是你和小楚最爱吃的。小楚，妈，小楚呢？小楚去市医院会诊了。他不都好了吗？还会什么诊啊？小妹，跟大姐说，你小楚妹妹呢？让何叔叔领走了。让何叔叔领走了。妈，你是把小楚给人了？胡说八道什么呀你？你何叔叔把他接走到市医院去会诊了，知道吗？就这事儿。不对，绝对不对！我早就发现了。自打你生完小楚之后，何叔叔3番5次的跑到咱们家给咱们家送东西，他就没安好心。你跟我说实话，你是把小楚给人了？你怎么跟妈说话呢？我告诉你，小楚就不能给人，我不干。哎，我怎么当妈？你教教我呀！这是你爸决定的。胡说！我爸就不会做这种错误的决定。我说你找揍呢是不是？啊！赶紧滚一边去！滚就滚，我还不想待了呢。哎，傻老大，造反了吧你啊！长粪，竟敢对妈这样，是妈，不是真的去给小楚会诊啊？会什么诊啊？明儿就出院了。那你刚才就看出来了？那当然了，我就是不愿当面揭穿我妈罢了。你混蛋！骂人呢你！给我回来你！干嘛呢？你慢点，这干嘛呢？病人刚出院。小楚！傻春啊，你妈他们什么时候出院？小白兔白又白，2只耳朵竖起来说爱吃萝卜和青菜，爱吃。笨蛋，我再说一遍，你就要记住。大姐，我们出院了！大姐，我们出院了！别理他，有本事你就老这儿待着啊，待着吧。杨半截儿，你想开点吧。妈说她去领工资的时候看见爸爸了，真是爸爸的决定，已经不可挽回了。三三姐，哎呀，这个傻春在门口都坐了1天1夜了，不吃不喝的。刚才我还给他送吃的，他也不吃，这到底是怎么了？嗨，没事儿，您放心，没事儿。
吃。大姐，你吃吧。嘿，还真想造反啊？啊？大白天的还睡呢？妈，你就让他多睡会儿吧，想通了他自然会起来。那你做饭，你洗衣服。得，算我没说。这如今有红卫兵造反，有学生罢课，这怎么着还有女儿罢母亲的呀？哦，哈哈，10几年没洗衣服了吧？烦不烦呢？也许我这话不该说，也该让傻春歇几天了。什么意思？我是想说呀，沙老大，哎，吃饭了。公主们喂嘴啦！吃什么呀？做什么就吃什么，不愿意吃就别吃。妈现在可没地儿撒气呢啊！你们要是想顺顺当当咽下饭菜，谁也别吭声。妈，人打死卖盐的了。吃不吃啊你？哎，吃吃。这傻老大，他回来我要不收拾他，我改他的姓。在我们家，这个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，谁胜谁负的问题还没有根本的解决，还需要长期的斗争。如果不了解情况的话呢，就是错误的。是我怕傻老大，还是傻老大怕我？你们两个让不让我吃饭呢？啊？妈，我是在提醒你，这傻春啊，要给您啊斗下去。对。
孩子怎么有半夜哭的毛病呀？啊，小楚，小楚，不哭。谁呀？这是？谁呀？何叔叔，是我。你这深更半夜干什么呀？我来看看我妹妹。干嘛呀？干嘛呀？你不能进去，啊！咱家大人不是说的好好的吗？不革命不改姓的还想怎么着呀？这大半夜闯进来算怎么回事啊？我说赵雨初的闺女也太没家教了吧！阿姨，您让我看一眼吧。不行。哎呀，说不行就不行啊！回去，回去，回去。老大，回去吧啊，先回去吧。你这个大嘴巴，别这样，别这样！快起来！叔叔，你要是不让我见妹妹，我就跪死在这儿！你快起来，快起来，孩子！小楚，大姐来看你来了。小楚，大姐来了，你别哭啊！叔叔，我求求你们好不好？你就让我见见我妹妹吧，好不好？我妹妹。就是看一眼嘛。小楚，不怕，大姐来了。大姐再也不让你离开我了。他不会把小楚带回去了吧？姐妹亲情不能分割，咱们养过孩子不明白，这回我才知道了。你说这么多年，这赵雨初他为什么就是不答应？哎，老大，小楚，小楚，你说这叫怎么回事呀？这哪有当妈的说了还不算数的这？徐美荣有徐美荣自己的想法，要不是这个时候，她说什么也不能把孩子给咱们。老赵这一出事儿，这么多孩子让他一个人怎么养啊？算了，就当是空欢喜一场吧。自己去吧。我得撒尿。哎，别叫了，小妹，大姐不管，我管，行了吧？坏了，二姐，坏事了，两半截出事了。鸡蛋，你看。离家出走。妈，哎呦，这大半夜叫魂儿呢！大半夜的叫魂儿呢，这怎么回事啊？妈，两半截离家出走了。胡说八道！不是胡说，要是他能回来的话，就不会我们每个人的枕边放一个鸡蛋啦。哎，什么鸡蛋呀？哎，我怎么没有啊？你这……哎，行了，别哭了，什么哭啊？别哭了，小妹，我能给你。哟，这傻老大，他真造反了！我这忍了好几天了。你爸不在，还真是没人收拾他了。你看他等他回来啊，我要不扒了他皮，我不是他妈。真是，你们俩还傻坐着干嘛呀？赶紧骑自行车追去呀！有可能到何叔叔那儿去了。快点，快点！哎呦，真是的，真是不让人安生。妈，那何叔叔家在哪儿呀？妈，姐，小妹尿泡了。看见什么了？我先看见傻春出去了，后来老大老二跟着，就没看见他们家的那个老小。
这寻思，自打赵家食物中毒之后，没看见他呀，会不会让那个徐敏荣给送人了？送什么人呢？你猪脑子，8成是卖的。高啊，实在是高！你说我怎么就没想到呢？8成肯定是他们家把人给卖了。这回有的整了。徐敏荣偷偷摸摸见了赵玉初之后，他们赵家发生卖人事件，这是给文革抹黑呀，把旧社会资产阶级那一套挪到新社会来。明儿我就告他一状，然后再踏上一只脚，让赵玉初永世不得翻身。咱们家这房子，嘿，永远也甭打算要回去。要什么要？做梦呢！我还想把咱们住的那房子跟他那正房调个个儿。你比我黑。对，就这么整的。苏棉，你也知道，我和你何婶又不是不讲道理的人，你说换了谁也得让他抱走不是？何叔叔，您别太在意了。其实我们家傻春是一根筋，他不知道小楚到你们家来是享福的，他想不到的。就是啊，哎，素棉，你回去好好劝劝他们啊，哪怕以后每星期呢，我们都带小楚回家看看，只当是一家人还不行吗？行，我回去说说看。其实我们家人啊都知道您跟我爸的关系，生死与共，一起从战争走过来的，其实本来就是一家人嘛，是不是？素棉这话我就爱听，你看这孩子多懂事儿啊！老何呀，你看人家老赵这几个闺女，这个个的多好啊！这素布呢，长得像朵花一样；这素棉呢，文质彬彬的，说话还条条是道。你就没这个命。别当着孩子面瞎说。何叔叔，那现在您不在位了，这说话还管用吗？苏棉，你不说我也知道你要说什么。你爸已经跟我说过了，我和你何婶会想办法的。我们谁也不敢说这上山下乡不好，可是一个学生又是女孩，下去肯定会受罪。我和你何婶会想办法的，肯定把你当成自己的孩子，帮你躲过这一关。行，那就谢谢何叔叔了，谢谢阿姨。这孩子多会说话！来来来，喝点茶啊！我看你恨不得管人家叫爸爸了。管着吗？让你插队，你愿意啊？我算看透了，有动力才有劲儿啊！哎，你骑那么快干嘛？等等我。妈，您看这都快天亮了，就走着也该回来了，别再离家出走了。不可能，他又没带钱，又没带粮票的，用不了1天，饿也饿回来了。可是2半截认死理儿啊！他要是害怕您把小鼠再送给何叔叔呢？小楚回来，我还得给他送回去。你以为妈愿意把孩子给人家呢？这不是给，是让人家帮着养。小楚去享福去了。即便是享福，可2半截不这么想啊！哎呦，傻老大懂什么呀？你爸为什么同意呀？第一，小楚可以享福去；第二呢，你爸还欠人家一个人情呢。行了，你别再说了，等傻老大回来，你可别向着他说话啊，听见没有？没听见。二姐，你倒是说话呀！问苍茫大地，谁主沉浮？看来这傻春是要跟妈一决雌雄化了，已经变成了谁要做主的问题了。我不管了，睡觉。看来这个傻春不折腾人，他就难受。嘿，嘿，这个世界上究竟谁怕谁呀？我怕傻老大吗？合着就我一个人着急，那我也去找。你找也白找，不信你试试。哼！嘿，谁怕谁呀？睡觉。苏布，你把外边灯给我关了。真是。哥哥，我想吃鸡蛋。哦，来，小楚，等一下啊，大姐给你拿。小楚，
大姐给你带的鸡蛋都让你给吃完了，先凑合吃点这个好吗？不，那行，大姐一会儿再给你要好吃的去啊，可不可啊？来，冷了吧？吃上啊，来吃上。妈，您这瞎转悠什么呢？你说这傻老大，他真跟我较上劲了，这一天都不回来。你告诉我他上哪儿去了？我又没跟着他，我哪知道呀？苏布回来了。苏布，回来啦？找了？该去的地儿都去了，腿儿都跑细。那商场去了吗？去了，那个公园去了吗？去了。溜冰场去？哦，当然他不去溜冰场了。哎，对，老马家你去了没？哎呀妈，您烦不烦呐？我跟您说，您能想到的地儿我都想了。昨天就睡4个小时，今儿跑了一天，我得睡觉。我说老二，你主意多，你跟妈说说，你说这傻老大他能去哪儿啊？我估计呢，明天就能见分晓。人的忍耐是有限度的，这傻春能忍，这小楚能忍吗？根据我的分析，傻春既然能给我们一人留一个鸡蛋，就说明他的鸡蛋有一定的数量。但是只要小楚没得吃了，他自然就回来了，是吧？嗯，你说的还真有点道理。可是我这心里头，他怎么还不踏实啊？那我就没办法了，妈。我得去问问去。哎，同志，还有要饭的。少管闲事儿，这年头啊，除了逃亡的地府反坏右，不可能要饭。走，别在这站着，快走，别跟他啰嗦了。我告诉你们啊，妈待不住了，这都3天了，这傻老大还不回来啊？你们都给我找！看来真是别了司徒雷登。哥，找去。素晓，你看着素处啊。苏觉，你也得去啊。我才不去呢，连个鸡蛋都不分我一个，饿死活该。说什么呢？你要是不去，别在这家吃饭啊！看谁先饿死。傻了吧？我告诉你啊，这事关2条人命，2条，懂了吗？活该！我警告你，素觉，你要是在这个节骨眼上留呢，妈可什么都干得出来。还不快去！我招谁惹谁了？大姐，我要找大姐。得了吧，到时你再丢了，那妈不得疯了啊！听四姐话啊！小妹，如果你能自己在家，四姐也得出去找大姐。不行，我害怕，没出息。哎，苏晓啊，跟你马婶说，你家是不是出事儿了？大姐带着小楚不见了，妈不让说。这还有啥让说不让说的？出那么大事儿了还了得呀！啊，你俩好好在屋待着啊，马婶这就招呼人去找去啊，别动啊！快点找！来，分头了，大伙分头了啊！东南西北的都分开了找，快点！哎，我分配啊！你们这几个去护城河那边啊，我们去西河沿这边。老杨，你带着他们分开找。行，咱们分头找。哎，好，哎，多找会儿，别着急啊！哎，快点！
弟妹，敏荣，弟妹在吗？小叔叔，我妈妈不在。那你二姐呢？二姐也不在。既然来了，咱们就坐着等会儿呗。他们要等到天黑才能回来。那他们没说上哪儿吗？大姐带着小楚不见了。苏晓，您跟阿姨说，您大姐上次从我们家走了以后，是不是就一直没回家呀？嗯。完了，这下肯定出大事儿了呀！哎呀，这要是有个三长两短的，你说咱们怎么跟人家老赵交代呢？你说？看你把孩子吓着了不是？怎么还哭上了？这怎么？啊？苏晓啊，不哭，放心，大姐和小楚不会有事儿，别哭，嗯，你看妹妹也哭了，你看。行了行了，别哭了，你俩好好在家待着啊。那咱们赶紧去找找吧，啊！好好跟姐姐待着啊。是吧？哎，大爷，谢谢您啊，小楚，来，喝水，喝水啊。多喝点啊。这孩子是你的啊？啊，我，给孩子啊，这是我那小孙子的，哟，喝吧，喝吧。大爷，谢谢您了啊，谢谢您。爷爷给的牛奶。家里犯事儿了，天儿黑了就别乱走了啊。前面不远呢，有个生产队的破屋子，没人。啊，谢谢您啊。苏晓，快出来吃饭了，带你妹妹。妈，小妹妹在这哭。哎呦，你看看妈给你买包子了，别哭了啊！来，妈，找到小大姐了吗？没有啊，妈都急死了。哟，有线索了吗？有什么线索呀？大海里捞针能找得到吗？那你还去？我能不去吗？我不去的话，我妈还不把我吃了呀？哦，合着你去是给妈看呢？吃了耗子药了。刚才在路上我就想说你啊，就你关心傻春，傻春他傻不愣登的，你也250啊？你怎么？老二，你这说什么呢？啊，妈都急得血压都上来了，你怎么冷冰冰的，跟没事人似的你？您怎么就知道我跟没事人似的？合着就您急我不急啊？每个人的方式方法不一样嘛。再说了，要不是您把小楚给人了，会有这事儿吗？傻春他是什么人啊？他是一根筋。哎，哪次他想干的事情您拦得住了啊？别以为你整天挥个鸡毛掸子他就怕您了，是我不愿意说而已。哎，我告诉你们啊，今天谁都别惹我，哼，我看谁都不顺眼，边儿去去啊！嘿，老二，我看出来你也想当家做主是不是？你这怎么跟妈说话呢你？我就这么说话了，怎么了？怎么了？什么怎么了？你就不能这么跟妈说话？啊，妈，你真是的，都急成这样了，你们就别吵架了。我今天就想吵架。赵素棉，你给我出来！你怎么说话呢？哎呀，您消消气儿，来人了。马大婶儿，哎呦喂，我今天发动全院的人都去找了，差不多去了有20多口子。是吗？你们猜怎么着？西河院那边啊，还真就淹死一个。哎呀妈！哎呦喂，还不是傻春儿，不是。哎，我说你这人说话怎么大喘气儿啊？你要吓死我呀！啊！去护城河派出所的那路也回来了，说这2天没出人命，你就放心吧。哎呀，我说马大婶儿，您跟别人说那么多干什么呀？丢死人了！嘿，三儿这样说话我可不爱听啊。你说都这时候了，是丢人重要啊，还是找人重要啊？找，这节骨眼上也顾不上脸面了。哎呀，你说这个傻老大，
他是跟我赌气呢，还是跟我玩命呢？我这血压都上来了，天旋地转的。哎呦，我的妈呀！哎呦，我受不了了。小楚啊，咱们在这歇一会儿好吗？睡一会儿啊。来，冷了吧？大姐给你裹着啊。来，哎呀，好，闭眼睛睡啊。今天都给我听好了啊！苏布，你到东边的那个郊区；素棉，你到北边的郊区，听见没有啊？你们，天不黑不许回家，听见没有？听见了。这3天我都骑了有100公里。老二，你听见没有啊？哎呀妈，这不是办法，你就别再让我跑来跑去的了。那你说什么是办法啊？你给我想一个办法，你给我起来，啊！告诉你啊，今天我看什么都不顺眼，惹急了，我放一把火把房子给点了。那不正好又多了几条人命？妈，现在关键的问题就是得赶紧让爸知道这事儿，要不啊，你担不起这个责任，知道吗？素觉，你今天去西边的郊区啊，听见没有？没听见。走，1天照着50公里干，回来呀，我也成村姑了。你怎么还不动？少管我事儿！一傻老大傻了吧唧的，丢就丢了。你再说一遍。再说一遍怎么了？你有怕你啊？哎，瞧你那德行，就会在家里横，有本事你到外边横横，1、2、3也看看。我横怎么了？横怎么了？就横怎么着吧？哎，你找抽是不是？打我呀，往这儿打，进你撒打。赵书觉，这没事啊。我就看不上这种耗子糖浆窝里横的人。我要是不让我同学帮你一回，我就不是你3姐。你敢？等妈回来了，我告诉妈去。出去。干嘛呀？你要干什么？去郊区。反正我今儿不去郊区，今儿我还去公园。嘿，哎，你今天看好妹妹了啊，别让她像昨天一样在街上乱跑。要是出点什么事儿，咱们家就甭过了，听见没有？我记住了。嗯，你乖，乖点啊，走。他爸，你倒是说话呀！我这心里都急死了。有一个呀，古老的传说，说是很久很久以前啊，有一个母亲和一个儿子住在深山老林里，远离热闹的人间。后来呢，经过山林白头翁的点拨，这儿子啊要带着母亲去人间享福。儿子变成了一头鹰，驮着母亲飞呀飞呀，一直飞到精疲力尽，也没有飞出连绵的群山。母亲心疼儿子，说：“儿子，你把我放下吧，啊，你独自去享乐吧。”后来母亲就从腿上割了一块肉，让儿子吃了。这母子终于如愿以偿了。敏荣啊，你想想，咱们的春儿是不是既像这个母亲，又像那个儿子？你放心吧，不管遇到什么不测，春儿啊都会拼死的呵护弟弟妹妹，
他保证能做到。我真后悔把小楚送给人，没想到送小楚这事儿，在春儿的心里受到那么大的创伤啊！这事儿都怪我，都是我的错。你别忘了，小妹和小楚都是在春儿的背上长大的。哎呀，这个傻老大！大姐，哎呦，小楚，醒了。热了吧？来，小楚，饿了吧？大姐今天一定争取再多要一个馒头啊！咱们今天一定要争取找到一个安身的地方，最起码得待半年，不行，咱们得待1年。回到家以后啊，你也懂事儿了，妈就不会把你给人了啊。起床了啊！赶紧起来！怎么回事啊？起床了，起床了！哎呦妈，你这干什么呀？不干什么，我告诉你们啊，以后的衣服自己的自己洗，老二负责小妹的，老三负责素小的，听见没有？我只负责素觉的。那我们还找不找人了？不找了，不用找了。哎，不对呀，妈是不是找到两半截的下落了？妈脸色都变了。妈，哎，二姐问大姐是不是找到了？你赶紧回屋去，不穿衣服就出来啊！回头再感冒了，快点快点穿衣服来看。哎呦，真是！妈不说。看来是找到了，要不妈不会这样的。不行，我得问问去。妈，两半截是不是有消息了？没有，不会，要不您怎么不着急了？他又死不了，我着什么急啊？说说。说什么？赶紧去洗衣服去吧。妈，你就可怜可怜我吧。你看呢，我这脸都成山里红了。两半截毁了我的脸，你可不能再毁了我的手了，是不是啊？这样吧，你让你二姐给你洗。您还是饶了我吧，她不让我洗就是好事儿。我可不惯这毛病。哎，小楚，你看，那有辆车，大姐马上给你找吃的啊。哎呀，不是。漏气了没完了。小楚，听大姐的话，哪儿都不许去，就躲在这棵树后面。大姐一会儿回头来找你啊。漏。
谁？站住！哎，站着！哎，快站住！快点跑！大姐，还有个小同伙呢你！碰他！你要敢碰他，我跟你玩命！哎，你不许碰他！把东西给我放下！你把他放下！把他放下！你先把东西给我放下！你把他放下！你把东西给你放下！你先放下！我没偷你东西，我就是渴了，我妹妹渴了要喝水。你看了跟我说一声，你偷什么东西你？我才没偷呢！你先放下！好，我告诉你，我就是喝水，我没拿你东西啊！你把小孩给我放下！你把他给我弄疼了！走开！小主，没事吧？没弄疼他吧？这儿去！哎，你看，有人偷你东西，你还不去管？王八蛋！哼！快点跑！你别跑啊你！你别跑啊！嗨！一伙的，配合的挺好，你们。这女人太狡猾了。大姐不知道他这包里有钱啊！大姐这样不就成小偷了吗？大姐可不是有意的。小主，这样一来，大姐就有钱给你买吃的了。我想吃糖。行，一会儿大姐给你买糖吃啊。买了糖先给大姐吃。小楚，你长大了，也懂事儿了，知道心疼大姐了啊。你们都是要奔赴祖国边疆的人了，不管走到哪里，都要把祖国放在心上，要牢记毛主席的谆谆教导，不仅要学会学做，还要会背诵，尤其是老三篇，要真正做到活学活用，急用先学，立竿见影。就拿我们班的排长刘永健同学来说，已经能背诵“为人民服务”了。你不满意？没有。那就是对我说的有意见？不敢。赵素敏，你要随时注意自己的身份，要夹着尾巴做人，学学人家刘永健，把老三篇也背下来一个。我全都会背。口气不小啊！起立，背诵纪念白求恩。纪念白求恩，1939年12月21日，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53页。白求恩是加拿大共产党员，50多岁了。为了帮助中国的抗日战争，受加拿大共产党和美国共产党的派遣，不远万里来到了中国。让你给老子提了几碗呢？我家抄家的时候找着了。公来的，没脸地让，听见没？听见了。滚！滚！一个人的能力有大小，
但只要有这点精神，就是一个高尚的人，一个纯粹的人，一个有道德的人，一个脱离低级趣味的人，一个有利于人民的人。很好，明天我们年级的学生就开始报名插队了，有本市郊区，有外省农村，还有边疆。赵素棉，你准备报什么地方？革命圣地，延安。小楚，好吃吗？哦，大姐不饿，大姐不吃啊，你吃。大姐你吃。小楚，你只要心里想着大姐，大姐就心满意足了啊。小楚长大了，懂事了，大姐不吃啊。小楚，怎么成个小花猫了？哎呦，这么脏，来，大姐给擦擦啊！哎呦，嘿嘿。哎，小楚啊，大姐的脸是不是也特脏啊？大姐都好几天没洗脸了，大姐去洗脸去啊！来，小楚，哎呀，瞧，快看，这儿还有打鱼的呢！来，下来啊！你奔哪儿跑？你们是干什么的？这路是我家的路，水是我家的水，留下买路钱，立马放你走人。你们到底是干什么的？你往这儿看看，造反派！昨天你在汽车上偷钱，我弟兄们还帮你来着。好啊，你们！把钱拿出来，拿出来，拿出来！我没钱。你拿不拿？不拿，我就不拿！弟兄们，给我上！啊！过来！走！快！啊！大姐！好啊，你们！谁敢过来？谁要再过来？走！再过来！别过来！我告你们，我练过武功，谁敢过来，就跟他一个下场。这娘们会武功啊！咱们见好就收，赶紧撤！来吧，赶紧撤！走。大姐，大姐，小楚，大姐，小楚，不怕。你看，大姐厉害吧？把那些坏蛋全给打跑了啊！不怕啊！吴采芳，鬼鬼祟祟的干什么呢？就你还穿完制服，这肯定是你爸剥削劳动人民的，赶紧给我脱下吧！哦，快点，来脱。哎，能走了吧？滚吧！二姐，衣服被人抢了，你帮我要吧。点，啊。哎呦喂，干什么你？吓我一跳！三姐，我衣服被人抢了，你们班那吴世良特狂，帮我要回来。去一边去，大娘，来，你们就是不如傻老大。嘿，
早干什么去了？不是你当初不去找他的时候了？我去了。去个屁！骗妈行，你以为我不知道啊？去公园一玩就是1天，骗谁呀？哎，过来了，你干嘛呢？干嘛呢？哎，回来了你们。哎，慢走，慢走，走好。哟，徐米荣，哎呦，如今你也能放下大小姐的架子，自己洗衣服了？哎呦，这傻春儿跑了有20多天了吧？8成啊，这家里的衣服堆积如山，没穿的了吧？要我说呀，你呀，不如给你妈写封信，让她给你派个使唤丫头来啊！这回你可真够傻的。你说你们家那么多闺女，哪个走不行啊？那非得让傻春走啊，是吧？哎，别走啊！哎，是的，我一家子尾巴逃跑了，他逃跑了。素晓，你二姐呢？二姐下学回来，放下书包就走了。那你三姐呢？3姐说和同学出去玩了。嘿，谁都指不上，是不是？照你这么说，你们家老大带着小楚出去20多天了，一点音信没有。你妈她不着急了，那你妈肯定知道她去向啊。那是肯定的。你看我妈前3天啊，急得只想骂人，哎，到第4天晚上她都不吭声了，跟没事人一样。这下我们就松了口气了。素棉呀，你都不知道这些日子啊，你何叔吃不下睡不着的，他生怕小楚出什么事儿啊。啊。阿姨啊，还有一件事儿，我想跟您说，我们学校已经开始报名插队了，学校想让我去陕北延安啊，那么远呀？不行不行，你可不能去啊！老何，这事咱们可得想想办法，千万不能让苏棉去。你说一个大姑娘家家的，她就是饿不死也得让黄土给埋了。苏棉，你放心，你爸不在，你工作的事儿我不管，谁管啊？就是啊。我现在正想办法让你进543兵工厂。哎，这次可别乱说了啊！别像上一次去民航的事儿愣是给搅黄了。对啊，您放心，前车之鉴，我回去啊肯定会叮嘱我妈的，放心吧。小妹，你看什么呢？看妈做饭呢。妈做的饭一点也不好吃。别说了，4姐，我想到你了。别哭了啊，大姐一定会回来的。对了，小妹，你千万别说妈做的饭不好吃，要不然妈会生气的。乖。大姐，你看。咱们一定能走到啊！谁呀？谁呀？你谁？啊，是你呀！踏破铁鞋无觅处，你自个儿找上门来了你啊？嘿，你醒醒，你醒醒，听见没有？跑我这儿睡觉来了。完了，
醒醒！我说你醒醒！你醒醒，听见没有？啊！我说你醒醒！你去屋里睡吧。臭脚花子，你还吃的挺肥的你。哎，你没事吧你？我叫大夫去。怎么样，大夫？刚才他们俩坐我门口，怎么叫都不响，没事吧？孩子是因为睡得太沉，大人也没事儿，八成啊是累着了，也许啊没怎么睡好觉，或者没怎么吃东西。等他们睡醒了，你给他们喝点糖水，再给他们准备点吃的什么的，就这样。哎，别介，大夫，你得帮我把他们俩抬到医务室去啊！这三更半夜的，孤男寡女在一块儿，我也说不清楚啊。这谁说不清楚？你这个学雷锋标兵也能说清楚。好事做到底。再说了，他们俩又不是病人，去医务室干嘛呀？那儿也没有他们睡觉的地方啊。别介，我还有事儿呢。哎，这就不管了。我只管病人。嘿，你们俩倒舒服了啊！这大半夜的，我上哪儿给你们找白糖去啊？真有你们俩的。开会了啊，大家静一静。首先呢，学习最高指示。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说，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。今天呢，召集农场全体干部在此开个短会，有重要的事情跟大家宣布。我给大家介绍一下，这位是我们市委保卫部派来的专案组组长张宝元同志，大家欢迎。根据上边的指示精神，我们向阳农场啊，准备接受一批需要进行劳动改造的一些工厂厂长、书记，还有市委机关的一些老干部。错，是接受一批走资本主义道路的走资派，这里边有叛徒，有黑干将，都是一帮牛鬼蛇神。啊，对对对，牛鬼蛇神。张组长啊，还是你说吧。毛主席教导我们说，捣乱，失败，再捣乱，再失败，直至灭亡。睡吧，睡醒了，吃饱了，再找你们俩算账，看你们再敢偷我东西。你跑！小主啊，大姐是觉得咱俩碰到好人家了。哼，你看这家人这么多奖状呢，大姐给你念念啊。据一喜同志在1966年度中被评为学习雷锋标兵。小楚啊，咱俩这次算是有吃的、有喝的、有住的，再也不用要饭了啊！
这是谁家呀？这么好，还让咱俩进来。看屋子挺干净，应该是个女的。大家看看是谁啊？小楚，工作证儿。啊？怎么会这么巧？啊，小楚，这个人就是开卡车那个人，怪不得把咱俩锁在屋里呢。哼，咱俩啊，也把门啊给反锁上，不能让他进来。是不是在线上面要点化肥啊？啊，这2000多亩地才给了1车化肥，这哪够啊？农资科科长不敢跟您说，在我车上唠叨了半天了都。你开了半截的会，你就溜走了，别以为我不知道。我不是对政治不感兴趣吗？你胡说！这话，你要是让那姓张那个王八蛋组长听到了，他敢批斗你，你信不信？我这不是跟您说吗？他要在的话，我也不敢说呀。咦，季姐，怎么今天回来吃啊？啊，回来吃。你睡醒了？把门打开，我把饭给你打回来了。你把那锁打开，把饭放在窗台上，等你下午啊下班回来的时候，我已经不在了。你说话算数。绝对算数。我警告你啊，叫花子！谁是叫花子啊？你要再敢偷我东西，绝不客气。谁稀罕偷你东西？